这个预防射了后，身体若感觉无爽快，是要看倒一科呢？时代力量的立委今仔日协助注疫苗后出现着不良反应的民众来开记者会。这个民众讲，看诊的过程是真艰难，因为唔知影要挂倒一科，互踢来踢去，转诊搁再转诊，而且搁因为无相关的指引。 医生嘛无法度来判定是毋是都是因为疫苗所引起的，所以要来申请疫苗的救治是非常的困难。立委是呼吁政府，这疫苗的救治速度要紧，认定要来放宽，互受害者会当赶紧治疗，而且摕到赔偿。是蹦蹦跳跳，然后现在就是走路就是需要拐杖，不然我会可能要撞一下，我就平衡感不好就跌倒了。 40岁李小姐，伊的人生本来是多彩多姿，有一个头路，身体嘛真勇敢。伫去年6月18，注 A G 的预防射了后，出现四肢无力，连起一个便所都拢徛袂起来。这个状况前后有4个月，而且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这段期间有看过骨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感染科、困眠障碍科，去找中医。 无医师知影什么原因，一直到最后去台中就医，医生甲抽骨髓，研判有可能是预防射引发的哥林巴利症候群。月到12月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然后就是我的工作也停摆了，陷入一个非常恐慌的过程，因为我也不知道要看哪一科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医生。加上台湾无所谓的整合科，又搁出现一直转诊的问题，期间有1年无头路。本来讲有疫苗救治，也不过敢若心扎都有够久。 是去年10月份打的疫苗，第2天就开始有点发烧，然后呼吸不正畅，我的左脚越来越没有办法动，而且会疼痛，而且我是拖着身体在走路的。 另外，伫去年做 BNT 的彭小姐倒病半身麻痹，嘛因为医师无相关的指引会使判定，伊到目前为止依然无都顺利申请到疫苗救治。 为什么大部分医生因为没有依据、没有标准，这是卫福部应该好好的面对这个现况。那个审查的标准，还有病例的这个收集的时间，这个绝对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目前全台湾有8000多件疫苗救治审查案，不过逐摆拢敢若审查50件，又要以死亡血甲案件为优先。对着爱担起家庭重担的中年人来讲，却是往往排到上后壁，生活煞变成上大的问题。注意防射本来是要增加保护力，要么对注射后出现的问题，政府真正需要提出完整的配套。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